来，即卖未少的长辈对健身真有趣味。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特别开银发健身俱乐部，聘请教练带领老大人健身练身体。 规画面内底，会当看到真侪时大人对老岁脚步和音乐跳有氧的舞。这是由嘉南药理大学所主办的健身俱乐部活动，邀请有兴趣的时大人报名参加。主要呢就是希望呢让比较年长的长辈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。这是学校配合市府卫生局所举办的活动，有专业的健身老师设计运动课程，带时大人做伙纯轮活动筋骨。我们是跟着音乐的律动在跳，那也会选择一些比较像是以前的老歌，那长辈也会觉得很有共鸣。即马社会人哪来哪济，时大人需要运动顾身体，透过这个计划，让大家的身体更加勇健少年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